开始。好，这边哈、我们还是稍微给它一点厚度。好，这边有没有？哦，其实你可以不用提起来，直接上去。好，好，这边就接在它底下。哦，这边不用抬太高。哦，这个是黑板上的好几个了。哦，但是呢，黑板上有同学写，比如说过的那一个里面也跟这个是很像。好，就是底下那个圈圈不要写太扁。直